那么呢，就刚刚说，俺那星期日吧，忙了经济吧，那么别买养鸡，你得嘞，冷淡的就点着鸡呢，这东西不大的，另外也不几年就是个现着鸡，第二个年纪的经济着鸡呢，马那个头呢，给的那个头呢，我要头上了头，西马上了马，跑天了路上，但是鸡，忙不经济大解决了人，点着鸡呢。拉拉鸡心呢，年个了才点着过来，拉拉鸡呢，有个了才点着头过来，点了大姐就做这个，都是清波去写过去，的呢，点嘛去，年个了的年花着鸡心呢，给姐上来了，他的老菜有点热过去呢。我来耶这些个哟，有个我妈的。别点着鸡，我点着鸡呢，那才给点，那拿鸡给就是的。我是点着鸡呢，那才给点，那拿年个长点的，点别巧了。他点着鸡，那忙不几年了有的人，等你那个年了的鸡呢，点着鸡有的，等你钱能把。